觀眾朋友你好，我係羅賓，好多謝你收睇古今漫遊。冇耐之前，美國知名預言家布蘭登·比格斯喺節目入邊對即將到嚟嘅大地震再次作出警告。喺5月20日嘅節目入邊，比格斯透露咗神曾經話俾佢知，地球將會經歷5個重要嘅震動，其中包括天嘅震動、地嘅震動、政治嘅震動、財政嘅震動同埋教會嘅震動。關於地嘅震動，佢話神話俾佢知，一場地震將會震撼整個地球。地震唔單止會影響美國，亦將會對全球產生深遠嘅影響。佢喺4月底曾經肯定咁樣話，呢次真係要嚟啦，大地震就喺眼前，我哋只剩低3個月嘅時間做準備嘅咋。今日我哋就嚟傾一傾嚟自美日英泰呢4個國家嘅預言家有關大地震、大海嘯嘅預言。2025年3月，緬甸發生大地震之後，泰國嘅一位網紅預言家再次刷新咗佢嘅預言紀錄。佢就係普萊納瓦拉查。由於普萊擁有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嘅佛學博士學位，所以大家亦都稱佢為普萊博士。2024年12月喺泰國嘅一個訪談節目入邊，普萊博士話神明俾佢睇過一幅畫面，有啲嘢會喺2025年上半年發生，緬甸將會發生地震，曼谷亦會震動。當時佢仲強調咗一句話，準確一啲係喺3月、4月嘅時候發生㗎。佢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保護好自己嘅人身同埋財產安全。喺節目播出之後，當時立即有人質疑，就算緬甸發生地震，曼谷距緬甸有1000幾公里㗎，點可能受到影響呢？再講，曼谷喺歷史上亦好少發生地震㗎。所以大家議論紛紛，都覺得普萊呢一次嘅預言肯定要失敗㗎啦。一轉眼就到咗2025年3月28日啦，緬甸真係發生咗大地震。千里之外嘅泰國曼谷，因為受到強震影響，一座啱啱完成嘅用混凝土打造嘅高樓大廈喺眾目睽睽之下搖擺晃動咗幾下，而最終倒塌。另外有一棟大廈嘅頂樓游泳池入邊嘅水被晃動得從天而降，形成一道前所未有嘅都市瀑布。大家忽然想起普萊先前嘅預言，網友大量搜索有關佢嘅話題，直接衝上咗熱搜。咁樣普萊嘅預言能力又係點樣嚟嘅呢？佢自己喺接受媒體訪談嘅時候，介紹咗自己通靈嘅來歷。佢話自己從細就能夠睇到其他人睇唔到嘅生命，比如神靈、靈魂呢啲嘢。佢經常同一啲靈魂傾偈、玩遊戲，經常手舞足蹈咁樣講個唔停噶。但係喺別人睇嚟，佢明明係對住空氣喺度講話，喺度自導自演。時間一長，父母就覺得細路嘅精神有問題啦。因為聽佢講話嘅內容都令人驚恐萬分噶，譬如佢話睇見大黑天神，呢個係古印度神話入邊嘅神明，呢啲對於世俗嘅人嚟講，簡直係太唔合理啦。佢喺10幾歲嘅時候，父母就帶佢去做咗各種精神科嘅測驗，但係醫生明確咁樣話普萊冇精神病。父母呢個時候先至知道自己屋企嘅細路真係一個有天賦嘅神童。佢哋就叮囑佢以後唔好輕易咁樣喺外面講自己睇到嘅嘢。就咁樣，普萊好低調咁樣度過咗佢青少年嘅時期。到咗普萊20幾歲嘅時候，佢突然得到一場大病。喺昏昏沉沉入邊，佢遇到咗幾位神仙。首先係古印度神話入邊掌管宇宙毀滅嘅神，同埋平衡宇宙能量嘅神。佢哋嚟揾佢。普萊話呢啲神傳達俾佢一個訊息，依家我哋需要你嚟承擔一個責任，我哋會俾你睇到未來嘅景象，你要將呢啲景象預告俾世人。當時嘅普萊同好多年輕人一樣，只係喜歡美容同埋化妝，中意一啲新潮嘅嘢，所以佢唔想做，亦唔想睇到乜嘢未來。普萊病魔纏身，
有一日喺半睡半醒之間，佢又睇到咗一位身材高大、全身通紅嘅神明飄咗過嚟。佢好自然就知道呢一位就係閻羅王。由於閻羅王嘅形象太過威嚴驚悚，喺普萊嘅懇求之下，閻羅王變換成和藹嘅樣貌。普萊話閻羅王傾起偈嚟亦都係好和善噶，仲帶佢參觀咗地獄。地獄嘅形象就好似煮冬蔭公湯嘅大鑊一樣，裏面裝住無數嘅罪人，處境非常淒慘噶。呢啲超乎現實嘅畫面，普萊喺度心驚肉跳。佢同幾位神明溝通之後，佢仲係唔想做人間嘅預言者。咁樣佢後嚟係點樣轉變嘅呢？有一年佢從澳大利亞旅遊翻嚟之後，突然間又病倒咗啦，被送到咗 ICU。醫院仲下咗病危通知書添。當時嘅佢意識昏沉，雖然能夠睜開眼睛，但係發現自己全身喐唔到。喺半睡半醒之間，佢又睇到咗神明，其中一位就係閻羅王。呢一次普萊意識到自己好似同佢哋已經有好多嘅交流，佢感受到自己腦入邊閃過一個我願意嘅念頭，一瞬間海量嘅信息全部灌入佢嘅腦入邊。接住佢感受到咗前所未有嘅輕鬆，一覺醒嚟，佢發現自己奇蹟咁樣痊癒咗啦。佢出院之後就走上咗一條預言嘅路。同英國通靈大師柏克一樣，普萊會間中咁樣公布一啲佢對未來大事嘅預測。預測嘅範圍好廣，從社會、政治、經濟到災難。每當大事發生之前，佢就會有各路神明嚟前來相告。有時候佢聽到啲聲音，有時候佢能夠睇到畫面。有啲畫面一清二楚，但係有啲時候就會模糊不清。對某啲畫面展現嘅未來信息，佢自己亦睇唔明、唔理解，甚至亦會覺得難以置信㗎。但係佢覺得自己只能夠做一個忠實嘅信使，傳遞神明嘅旨意。佢就將自己聽到嘅、睇到嘅講出嚟。有啲時候唔方便明言嘅，佢就會用隱喻。2014年，普萊喺泰勒訪談入邊嶄露頭角。喺節目入邊，佢當場講出咗兩個驚人嘅預言。一個係馬航370失蹤之後，普萊話14個月之後就能夠揾到第一塊機翼碎片。結果16個月後，喺2015年嘅7月，370航班嘅第一塊襟副翼碎片喺法屬留尼汪島俾人發現咗。雖然時間同埋普萊講嘅有一啲誤差，但係位置完全符合。第二個係喺馬航370失蹤之後，會有一艘灰色嘅大船喺水上出事，船上載住好多少年，但佢睇唔清楚係咩嘢時候，係邊一個國家。2014年4月16日，韓國世越號沉沒，導致295個人喪生，其中包括250名高中生。呢艘船本來係藍白兩色嘅，但係打撈上嚟一睇，船體已經變成咗暗灰色啦。睇嚟呢兩個預言都應驗咗啦。先前仲有喺度嘲諷佢嘅人，態度嚟咗一個大轉彎，都變成咗佢嘅粉絲啦。大家好似發現咗寶藏一樣，都追蹤佢嘅社交媒體。雖然有唔少媒體想要採訪佢，但係佢唔係每次都會出面噶，似乎只有大事發生嘅時候，佢先至會露面噶。同樣係喺2014年，普萊喺另一個節目入邊話，未來幾年會出現好嚴重嘅病毒，而且大家都會匿起嚟，面貌亦會發生改變噶。當時有人就笑啦，主持人亦露出咗疑惑嘅表情。後嚟新冠病毒全球流行，各個國家啟動防疫系統，要求大家打疫苗、戴口罩。呢個時候大家先至反應過嚟。普萊令人驚訝嘅預言能力，令到佢一躍成為泰國家喻戶曉嘅人物。喺一啲大事上面，普萊嘅預言命中率相對較高。佢雖然亦有一啲預言唔準確，冇應驗到，但係並唔影響佢喺泰國嘅影響力。隨住佢對緬甸大地震嘅準確預言，
好多人都希望佢能夠繼續出面俾出某啲預測，但係佢消失咗啦。一直到2025年嘅4月，普萊突然又出人意料咁樣現身啦，先後上咗2個知名嘅訪談節目，一個係泰國電視產業嘅3大巨頭之一，最受歡迎嘅訪談節目 GMM Grammy， 另一個係泰國知名主持人 Woody 嘅直播節目。喺呢2個節目入邊，普萊公開講出咗驚人嘅預言。普萊話喺8月以前、6月或者7月之間，泰國以 K 或者 KAI 開頭嘅地區會遭到水災影響，但係水災並唔係降雨造成嘅，而係大海波動或者大地嘅震動造成嘅。言外之意係將會發生海嘯。呢一段話令到所有嘅泰國人都感到震驚，但係佢嘅說話就遭到咗地質學家嘅質疑啦。朱拉隆功大學嘅桑蒂教授從地質學嘅角度話，泰國所有以 K 開頭嘅城市，從過往嘅歷史記錄嚟睇，呢啲城市嘅地震規模都唔大，破壞力亦唔大，更加係唔會引起海嘯噶。呢邊桑蒂教授啱啱批評完普萊喺 Woody 嘅直播間將呢一場大災難講得更加清楚啦。佢話呢個幾乎係一場全球性嘅大災難，火山即將爆發，喺泰國人中意去旅遊嘅地方爆發。講得再清楚一啲，就係嗰個食山芋片嘅地方同埋印尼啦。佢話呢啲火山喺海底就好似一圈火山帶一樣沉睡咗好耐。首先係1、2座小型火山爆發，然後其他跟住發生連爆，咁樣就形成咗大海嘯啦。而食山芋片嘅國家首先令到人想到嘅就係日本啦，而呢個亦係日本學者最擔心㗎。日本嘅南海海槽一旦發生大地震，就會導致富士山噴發，而印尼呢邊嘅活火山亦係一片連住一片㗎。自從3月份緬甸大地震以嚟，連接爪哇海同埋印度洋嘅暹他海槽亦有異常，隨時可能發生類似2004年嘅南亞大海嘯。呢個係印度板塊加速擠壓歐亞板塊造成嘅結果。無論普萊預言嘅印尼同埋日本，定係學者嘅研究觀測，呢啲地區嘅前景都唔樂觀㗎。普萊嘅預言令人聯想到其他幾位預言家早期嘅預測。英國靈媒預言家帕克講佢自己睇到喺日本嘅外海地區有巨大嘅黑色蘑菇雲。佢認為黑雲預示住某種不祥嘅大事將要發生㗎。日本漫畫家龍樹良喺2021年同飛鳥出版社合作出版咗《我所看見的未來》完全版。喺呢套新版漫畫入邊，佢預言當海底發出沉悶嘅爆炸聲之後，會發生大海嘯，海水一下衝出100米多高，大約係2011年311大海嘯嘅3倍高。呢場大海嘯將會俾好多國家帶嚟重創，甚至地球板塊都會發生變動㗎。大家可能仲記得2004年嘅南亞大海嘯，導致近30萬人喪生，仲有幾十萬人受到傷害。如果普萊嘅預言應驗，環太平洋火山帶嘅海底火山集體噴發，咁樣造成嘅海嘯災難會比2004年嘅南亞大海嘯仲要大好多倍。如果災難真係發生，毫無疑問，全球將會陷入至暗時刻。而喺最近，美國人比格斯再度發出警告，地球嘅地殼承受住巨大嘅壓力。呢種壓力係嚟自銀河系入邊某種影響我哋嘅行星嘅干擾。地球上嘅熔岩同埋所有嘅自然元素都喺度經歷住劇烈嘅移動。由於呢啲外界力量嘅作用，地震同埋火山爆發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會更加猛烈。我哋將會睇到我哋呢一代人前所未見嘅地震同埋火山爆發，可能係千年一遇嘅災難。佢預見災難將會係全球性嘅。聽到呢一度，可能觀眾朋友亦同我哋一樣，真係希望呢啲預言係錯嘅，亦祈禱災難唔會發生。喺節目入邊，比格斯亦提醒大家通過信仰同埋禱告嚟尋求神嘅保護。佢話
人經常覺得自己無所不能，但係有一次神話俾佢知，冇我你做唔到任何嘢，你一切嘅嘢，所有你所思考嘅嘢，甚至你認為自己能夠做嘅嘢，都係因為我先至有可能㗎。聽到神呢一番話嘅時候，比格斯感到一種強烈嘅震撼，心入邊充滿咗感激之情。好啦，今日就講到呢一度，感謝你收睇古今漫遊。如果你喜歡嘅話，請點讚、訂閱、分享。我係羅賓，我哋下次節目再見。